大約300萬棵葡萄藤，每一棵都結有3萬粒葡萄，睇落就好似可以放得入一個人嘅大腦之中。人類大腦入面嘅神經元數量，並唔單止係用嚟形容規模，而係一個用作衡量其結構之中高度交織嘅連結潛在範圍嘅參考標準。咁究竟點解大腦需要咁多連結呢？神經元並唔係好似簡單開關咁淨係開同關嘅結構。煮食嗰陣如果有電力參與，強烈嘅反應會令烹調即刻完成，但發酵同醃製就算冇電，一樣可以產生變化。同樣地，一個神經元會同成千上萬個其他神經元相連，而電信號同化學信號有時一齊運作，有時就各自運作。呢啲連結並唔只係停留喺單純嘅傳遞，而係會根據強度、時序同情景不斷重新調整。所以，大腦唔係靠少量回路去處理功能，而係透過複雜交織嘅連結，同時確保穩定性同靈活性。正因如此，大腦嘅連結超越咗單純嘅傳送，建立喺一個可以比較同整理信號嘅條件。而喺呢個結構之上，人類形成自己獨有嘅判斷同經驗。